社保是知名的家电老品牌，因除了选择来台南投资设厂，嘛积极布局全台湾乐龄主体市场。目前选定这片占地3300外平基地，这是台南安平馆。在何地市场有意调整明代贵宾的见证，正式开工动土，预计2029年底完工启用。基业永固，安居乐龄。该企业除了伫新北市投资乐龄主体第一案，则选择伫安平古堡生活圈来开发，毛市长学了业界眼光，推出已经78岁企业总裁嘛讲伊足急，一南一北，希望赶紧完工来好好享受。这个是高品质的哦，总共有320个单位，那都是提供高品质的这个饭店式的管理，以及整体的医疗养生的服务哈，这个就是很适合这个盛宝集团，也很适合总裁的理念。我们呢找了日本还有台湾最好的建筑师合作，然后参考日本的这个养老的方式，我们把它创造出一个新的，我们叫做吉青村。会中包括立委陈天辉、嘉龙界等各级民代拢出席几乎动土典礼。面对超高龄社会服务型主体需求愈来愈大，嘛希望不只是富裕的老人，而是中产阶级拢带起。还有乐龄住宅盖科技化做得更好，但是也要平价，让大家都能够进来，都能够享受，这才是我们在推动长照非常重要的关键。对整个台湾、对台南，整个对老人照护的形象提升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乐龄主体概念就是只用做无要卖，加上企业更是发展智慧家庭的优势，成为60岁以上会当家己自理的健康老人一个新选择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